你嘅鼓勵，讓我哋可以勇敢面對挑戰，亦都要感謝同學們嘅互助同埋陪伴，因為有你哋，校園生活先可以如此多姿多彩。我哋更要感謝東華三院為學校提供各方面嘅專業支援，使我哋擁有多元發展嘅學習生活。如今我哋學有所成，未來我哋將繼續追求卓越。作為東華三院培育嘅新一代，我哋會憑住東華精神，勇往直前，成為一個敢於創新、堅毅不屈、負責任感嘅人。畢業唔係結束，而係新嘅開始。願我哋帶住喺小學所學到嘅知識同埋良好嘅品格，勇敢邁向中學嘅新旅程，繼續書寫屬於自己嘅精彩篇章。最後，我哋要多謝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博士 JP、曾慶業主席同埋各位嘉賓蒞臨參加我哋嘅畢業典禮。祝願各位畢業同學前程錦繡，各位來賓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多謝。簡單中